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祖母綠嘅小知識。首先，祖母綠嘅產地最出名就係哥倫比亞，喺呢度嘅產地嘅祖母綠色澤濃郁，透明度高，真係靚到黐嘅線。有啲朋友會問乜嘢叫做靚嘅祖母綠？其實靚嘅祖母綠一般顏色要鮮明，色調要均勻，仲有要好高嘅透明度，咁樣先至可以反射出佢獨特嘅光彩。其他產地包括巴西、非洲嘅贊比亞、阿根廷同埋印度。至於硬度，根據 Mohs Scale， 祖母綠嘅硬度係7.5至8，雖然唔夠鑽石高，但係足夠襟用。不過大家要記住，祖母綠通常都係多棉多裂嘅一個寶石，呢啲係佢天然嘅特質，唔使擔心。反而你見到你嘅祖母綠多啲棉多啲裂，係確保呢個祖母綠係真嘢，唔係合成品啊！講到採礦，有啲人會好好奇點解祖母綠採礦嘅時候會用到油？其實採礦嘅時候用油係可以減少佢哋嘅摩擦，保護寶石表面，減少佢嘅裂痕。至於價值，靚嘅祖母綠通常唔平㗎，因為稀有度極高，色澤靚，透明度高，呢啲都會影響佢嘅市場價值。最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祖母綠嘅保養技巧，平時要避免同硬物碰撞，定期要用柔軟嘅布輕輕咁樣抹一抹佢，千祈唔好用化學物品，因為會損害佢嘅表面。記得將祖母綠放喺乾爽嘅地方，避免陽光直射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如果有任何問題就可以留言或者直接 PM 我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